今日把我分两你才得把的。对吧？要吃的同地，花的同地，吃唱诗不哎？来唱诗不嘞？吃的唱诗不，喊我莫非我给我今晚播两句。哎，别人在播侬，说要发，毛新娘这个情诗哈不哈？不哈，不哈，肯定哈，肯定哈。那我擦哈，我擦哈，都学违法。说要好，毛新娘这个红豆啊！哎，新娘子红豆哦，是我家不给，要好了，这是我好嘞，是我人家几好。就是的，红豆哦，家不给的。是啊。说要富，毛新娘这个头疾苦。小的你都叫苦，吹不起呀，吹不起哦。头对啊，我富。该了，家里用。说要巧，毛新娘这个叫个小不小。小的你肯定都叫疾苦。俺来说，三寸不到不值两寸酒啊！想毛那个我啦。哇，小姑娘个那像是八八九，别别跳18分，能不把里头红啊？阿妹，我讲这个马先生了好气个。好气，干不干你？干你？我老花你了啊！情况呀，现在陪我就好气了，他都不正义呀。真正凭毛想，把风光两三斤哦。我的你真到底好是要看啊！几个这马虾多咋比比？啊，那侬出个风光来，呸！咱们一起摘个模拟节子杯了。对。你得给这身比比。阿伯，哎，古早呢？古装呢？哎，古早，我他见过了。那搿只包了意思个搿道理。啊，家人红给条金嘛，搿家人不斗气啊。阿伯哎，马虾好不好用啊？什么好用？中气要补人个咯。中气要补人。啊，宝贝哎，娘票，他是我我吹的。我昨天也得运动，中气要补人补人了。